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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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寒。冲动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做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寒。冲动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做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其实，你会继续大落去。你放心啦，我袂甲你收钱。无咯，头家娘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我是讲吼，阮欠你的已经有够济啊，阮也好意思倒再麻烦恁啦。真乃是麻烦啦，入清甲入清，陪伴我10几年，突然间要为我身躯片离开，我惊我袂惯势，我会足伤因的。戚先生，你考虑一下好无？今仔日是我甲秀萍结婚的日子，为今仔日开始，秀萍就是我杨天生正式的家后。为今仔日开始，遐爱讲阮尻川后话的人，因就无法度搁再讲我占秀萍是客遐伙计。今仔日是我这世人上重要的一日，因为为今仔日开始，我就用你光明正大、名正言顺去照顾伊，去疼痛伊。伊是我一生中上界放袂落心的人。我相信，我一定会当予伊幸福、快乐。头家，餐厅没来啊？餐厅没来，来你坐啊。阿嫂，紧泡茶。啊，好。张六伯，来，再坐啦。唉，张六伯，真多谢你哦，你肯来做阮的主婚人。今仔日毋是你甲秀萍咧办结婚啊？啊，先啊，你一间厝这样大间，连搭甲一个戏都无啊！张六伯啊，我还想讲，我同秀萍都拢有戏啊，歹势去劳烦大家啊，啊，都来公证结婚就好啊。公证结婚，啊，秀萍诶，啊，对伊来讲，今仔是真重要的日子，你知无？但我拢有甲伊讲好势啊啦。张六伯，你放心啦，这世人吼，我绝对袂互一苦的。陈弟伯啊，恁爹啊。阿嫂，去你看恁头家就好，煞讲哦，张六伯要来。哦，好。我来倒倒去，你紧个讲。好，头家。
入来。头家娘，伊足水的呢。咱敢要出发啦？村长伯已经来啊啦。头家吼来叫我请你落去。阿爸，你咧唔甘对无？你唔甘阿母嫁予杨天成？阿爸，你无需要安尼，只有我甲玉清就好，阮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你应该将伊放袂记。阿爸，已经袂赴啊！就算讲你即摆去找伊，嘛无法度改变伊要嫁予杨天生的事实。莫阁想伊啊！莫阁想伊啊！我就知影阿爸伫你遮咧，害我一直找阿爸拢找无。阿姊啊，伊是你阿爸，嘛是我的阿爸呢，你哪会使一直拢甲伊拔条条哈？阿爸，我带你出来去行行好无？啊，对啦，阿姊，你今暝就要去上班啊，对无？无咱哦，做伙带阿爸来去你上班遐好无？阿爸，我甲你讲哦，遐哦风景偌水咧呢，哎，头家娘人阁足好个哦，我相信哦，一定会做认真甲咱交代。你赶出来！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阳冬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心命，提出心心一定赢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阳冬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心命，提出心心。阿爸，真正去啊！伊为什么要去？伊为什么要去？阿母，阿母！阿母一定心肝歹，今仔日是杨天生甲李秀萍结婚的日子，一定是我走去遐闹。来来，那你会点啊袂？唔該俾啊，食緊食。另外留咧就成咯。来来来，来啉茶啦！头家娘恭喜哦，你即摆是真正的头家娘啊咧！来啉茶，大姐，再来啉茶啦！
是过来这创啥啊？我该想换着无？你来教我啦！你这后面嘅小弟，到底是要创啥？你开出来啊！你啥叫你该结婚？你怎么打了你该结婚？是我啊！你搞啥？我已经甲你讲甲清清楚楚，但你是过来要创啥？你是要甲我乱个伫当时你才会欢喜啊？我袂欢喜，你带来死人家，我一世人都袂欢喜啦！绝对袂！你讲一句我讲到话，因为我提出是阮家老爸的，你甲我结婚有啥物唔对？我再讲，我甲伊的关系，你去说下，你知啊？像啊，你无了解啦。天生甲秀萍，自少年时天生就足介秀萍啊。村长伯，你是想伊看者好处？你哪讲话？我的海角啊天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刘天生，这么啊多年，你照顾伊这么啊多年，我忍。你互伊住这么啊大间的厝，我嘛忍。你甲伊住斗阵，我拢忍去。为着你，我啥物代志拢忍。你今日甲伊结婚，我无可能忍啦。你甲伊当作是心肝宝，甲我当作是本事。欢喜的时阵你就互我钱，无欢喜的时阵甲我打拼，我今日无可能放你煞啦。我买一间厝，买一间较大间、较舒适，互你放我煞好。看你要值偌济钱，我拢互你放我煞好。从此以后你莫会过来搞乱，我啥物拢互你放我煞好。就我啦，我杨天生吞忍你10多年，是唔甘我的囝，唔是我的人无个性。我甲你讲，为即么开始，我袂搁吞忍你啊！要有我今日，我甲你拜托一下，就算讲我跪落甲你拜托，我都心甘情愿，厝后你放我煞好。哎，我答应恁两个结婚会用。我要做大某，伊做细姨。大某家属是细姨无权利，我爱伊甲皇帝。小平，你先去你楼顶，你莫吵。天生。阿叔啦。啊。带恁头家去楼顶。哦好，头家娘。但你是想要创啥啊？我唔准去。小平，你莫吵的，你做你去楼顶。我唔准去你。小平，你去楼顶啦。我唔准去你啦。阿叔啦，阿紧。好好，头家娘行，去楼顶。想要创啥？你干嘛？创啥？天生。小平，你先去你楼顶。你先去你楼顶啦，领老婆，伊会乱袂煞。头家娘，去去你啦，头家娘，去啦，来。伫咧你还袂甲生一个喙齿真正，我的心肝内还有一丝丝的感觉亏欠你，也不为怎开始，我拢无亏欠你啥物。就我啦，莫阁乱啊啦，好得你。有天生，我会记，我会记你，我会记你今仔日甲我讲的话。天啊！既然啊带秀萍，就爱好好对待人，唔通阁辜负另外一个人啊！
家。啊，错啦，去楼顶照顾恁头家娘。好，头家。头家娘，伊小嫂我已经走啊，安尼要紧无？我无要紧，恁头家呢？头家伫外口啦。有安怎无？头家是无安怎，不过伊直足关心你的。你先出去，好一个人静静的。好啊，头家娘，你好好休困哦。看像我的代志，天生一世人拢无法度解决。我的海角天边，将生命付出深深的命。文昌，我是人，不是鬼。我无死。我知影，今仔日是你甲秀萍结婚的日子，我是来甲你恭喜。即摆，我无想要互秀萍知影，咱做外口讲。我去有啥物路用？我去有啥物路用？你甲我嘛是去乱，你这世人嘛是去乱。有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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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金！你给我放开啦！我真正袂赴啊啦！你是要去对？阮阿母今仔要结婚，阮阿爸去甲伊阻挡，我要赶紧甲阮阿爸带倒，我真正袂赴啊啦！哪度？哪度？有金，我阿爸是用天性，你阿母要跟什么结婚？阮阿爸要甲李秀萍结婚，感觉恁阿母就是李秀萍。原来你就是抢走阮阿母迄个查甫人的后生。原来你就是迫害阮家庭，迄个查某人的查某囝。
怀里，体会你不捌伤心的滋味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